2026年4月17號夜晚煮呢個菜，鰻魚仲有一半，陳村粉，再加蛋。煮咗啲菜先，一半嘅，咁佢冧先，發咗蛋，廚餘加多咗幾泡，呢個都係態度可以休停嘅。菜冧就落呢個陳村粉，最尾先落鰻魚同蛋，跟住加調味料，加咗蠔油、黑椒粒、糖，少少鮮肉，加咗水唔夠味，再加多轉蠔油，加埋鰻魚，煮多幾分鐘。煮多幾分鐘就加蛋，老埋搞掂，加咗蛋啦。加葱，